尝过主恩的滋味，还有什么更甘甜？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世界
阿爸父神，谢谢你。是的，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每一天跟主有好的连结。主献上感谢，主谢谢你，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谢谢你赏赐给我们那么大的信心，使我们能够靠主得胜。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主啊，谢谢你在这个主日能够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一起来这里充电。主啊，就像刚刚我们的诗歌所说的，主啊，你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你让你的恩典使我们够用。主啊，求主你的圣灵能够更新我们，能够充满我们。主啊，也请你打开我们心里的耳朵，让我们能够聆听主你的话语。主啊，将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帮助以及力量。接下来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才能为主圣工所用，求主悦纳。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请坐。现在我们来做消息的报告。好，我们社教50周年户外礼拜报名截止哈，那已报名的兄姐，请记得今天把报名费交给小组长或干事哈。好，那为了因为总共570位哈，570位的会友报名参加，所以为避免教会的周边道路塞车，所以我们分了5个地点哈来上车。那请兄姐选择就近的地点上车，好，并OK 好，有5个地点哈，那有那个从这边哈，桃园巨蛋，然后立行路。那个市警察局，再来就武林高中，然后在阳明公园，就是在那个保罗街那一边哈，还有我们教会对面的那国泰广场。那如果你已经有跟小组长报名的，好就不用，待会就不用再登记哈。待会如果你还没有登记的，你可以在待会外面哈，那个外面的那个桌球桌上面，那右上角有写个钟。写个钟，然后有地点，钟，然后地点，那你就请你填上你的名字。那记得不用重复报名，
鼓励会友们，鼓励各位兄姐能够在那个小组的群组跟小组长讲说，你要搭车在哪一个地点尽量避免那个待会那个写的时候拥挤所以尽量鼓励大家能够在小组上面跟小组长报名，然后小组长统一会跟干事那边来跟他报名登记所以请记得尽量能够跟小组长报名就好，那个登记就可以好，谢谢。好，那本会得到那个财政部的那个来函致谢协助完成办理112年电子化报税事宜愿一切荣耀归给神，那功劳归给协助的各位好，那本会定于10月6号早上9点召开今年的临时会员合会跟长老执事的选举。那长老执事的候选名单跟会员名册都已经公布在公布栏那请各位可以去看。如果有异议的，请在9月29号前向小会书记敏哲长老提出。那当日如果没有办法出席的陪参会员，请在10月5号前以书面向小组长或小会书记来提出请假。好，那我们这边很简单的很快的介绍一下符合长老资格的候选人有竞争省略有介成，有李介成、李明进、洪翠玲、陈如山、黄志香。请问在座有吗？志香。李介成。上一场。上一场。李明进、洪翠玲他在儿童部。陈如山在哪边？刚有看到在上一场。OK， 也是在上一场。黄志香也在上一场，不是？好。这个还有丁家硕。王义军、黄才之，南敏和，才之有在这边，才之在这，才之有吗？才之才之，请才之兄来那个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好吗 ？OK， 好，然后再来小会推荐的执事候选人介绍有丁俊伟现任的名牌关怀同工。俊替也在现场有，在那边俊替他是敬拜团的团长，然后洪哲他是圣歌队投影同工，木桥有看到坐在最后面也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了认识一下，好木桥好，婕妤他青年的投影组组长，儿童牧区同工跟敬拜的同工。德恩影音小组同工跟名牌的关怀同工，德恩不在这边好，那我们每个礼拜会陆续介绍几位那下礼拜日召开第414次的长执会，请各单位在礼拜3前提出的报告资料。第4季的服饰表初稿已经贴在公布栏了，那有问题的请待会可以跟我来讨论好，那。A1 的初信造就基要12课，昨天已经上第1次的2课，那接着是下礼拜的2点半跟下礼拜6 2点半到4点半，也是一样在401已报名的请记得准备参加，还没报名的也赶快可以参加，未来第一二课再来补课就可以。好，那耶利米书的圣经共读台语场的，从9月22号开始到11月12号52天，每天6点半在线上举行。欢迎兄姐来参加。好，传道部的部分今天下午12点半在402召开传道部部会。那总务部是1点在403教室召开部会。好，那9月18号礼拜3 4点半到12点的松大讲座，青壮年眼部的常见疾病，讲师是新竹台大眼科的黄医师好，那9月26号松大的户外一日游。欢迎非松大朋友报名，地点是苗栗的上顺育乐天地跟火焰山好，报名费是1250元详细资料请跟那个一盘干事洽询，报名到9月18号截止。好，那陶家厨具互社一样为庆祝创社50周年跟国际储蓄互助社节，同时举办第2次的社员常年教育在10月26号。礼拜6举办的苗栗日游，社员500元，非社员800元
那敬请即日起踊跃到社办公室报名缴费。好，那礼拜二是中秋节，配合国定假日，全职的同工放假，当日教会不开放。好，那第11组的吴家云姐妹，也是我们家亲小组的吴子涵弟兄的母亲，在9月5号蒙主恩召，求主看顾保守丧葬事宜，一切都能平安顺利，也愿主安慰的灵与遗主同在。好，请问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我们聚会？廖长老哦，廖长老的朋友，哦，廖长老也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啊，我们欢迎呐，还有廖长老的2位朋友啊，欢迎欢迎，好，请坐。哦，这里还有一位。哦，这里还有一个，好，不好意思，来，请问贵姓？詹简凤。哦，詹简凤这姐妹哦，欢迎欢迎，好，欢迎欢迎 ，OK， 好。90岁了，哇，很高寿，好，欢迎欢迎啊！上帝赐福你，来，请坐，请坐。好，那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一样读2次哈，来，一起来，1、2，来。与他们同在的是血肉之臂，但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百姓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就得到鼓励。历代志下32章8节再次，与他们同在的是血肉之臂，但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百姓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就得到鼓励。历代志下32章8节。好，我们来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我先来读第1节啊，那兄姐来读那个双数节哦，来一起来哦，来我先来了哈。过些时候，当西拿基利和他的军队还在拉吉的时候，他派了几个使者对西西家和跟他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民说：我亚述皇帝西拿基利问你们，你们凭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在耶路撒冷被围困时，还留在那里。西西家告诉你们，上主你们的上帝会救你们脱离我们。西西家是在骗你们，要你们饿死渴死。那毁坏了上主的庙宇和祭坛，吩咐犹大和耶路撒冷人民，只可在一个祭坛敬拜烧香的，就是他。难道你们不知道我的祖先和我怎样对付别的国家吗？有哪一个国的神明能救人民脱离亚述皇帝呢？有哪些国家的神明从我的手里救过他们的国家？那么你们凭什么以为你们的上帝能救你们呢？不要让西西家蒙骗你们，迷惑你们，不要相信他。任何国家的神都未曾救过他的人民脱离亚述皇帝的手，你们的神也绝不能救你们。好，我们圣经读到这边，然后接着我们请本堂的主任牧师陈博士牧师来讲道。他讲到是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不是啊？不是，我们由牧师来讲他的主题。那个简报，好。这个是腓立比书啊，第1章第3节啊，保罗问候腓立比教会，好，祝他们中秋节快乐。好，不是啦，是祝他们问候。好，那我们也互相祝福，跟旁边弟兄姐妹说中秋节快乐。上帝很想你，跟他说上帝很想你。好，这个保罗想到他的弟兄姐妹们呢，好，就是想起他的爱他的神啊。好，那中秋节就是月圆人团圆。好，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的家人，但是我们看到的月亮呢，就是让我们看到同一个月亮能够千里传情哦。好，那在中秋节当中，好，也是一个团圆的时刻，好，能够让我们分享上帝的爱和祝福。那今天牧师的信息是历代志的最后一讲啊，死里逃生的准备。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死里逃生的经验？遇到火灾啦、地震啊，好，或是遇到这些危险车祸啊，好等等的时刻。
但是呢，在那当下或是在那很短的瞬间，好，怎么样能够得救？希西家呢，他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也是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我们常常会有一句话问说：明天和意外，你觉得哪一个会先到呢？好，我们都希望哪一个先到？好，我们希望最好都不要来这样子。好，明天也不要来，好，意外也不要来，好，都能够长长久久、平平安安。但有时候呢，明天和意外呢，真的是说来就来。好，很多时刻没有办法挡。好，而希西家他遇到的呢，是他把这个国家建立得很好，好，并且呢恢复敬拜。但是呢，意外还是发生，危险灾难还是临到，而且来到家门口啊。希西家王呢是大卫的第14代的子孙，好，所以呢，他想起他的祖先大卫怎么样子来侍奉神。他就一志一心想要效法他的祖先大卫，好，这是圣经对希西家所说的。他不是只有效法他的父亲，不是只有效法他的祖父，而是要效法他的祖先14代前的大卫啊。好，如果我们能够效法我们的上一代、上上一代，已经很棒了。好，但是呢，希西家他效法大卫，所以大卫所做的他都要恢复。所以呢，他恢复了敬拜，恢复了圣殿，好，恢复了百姓跟上帝的关系。好，跟上关系，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这意外呢，就是从遥远的东边，好，在波斯湾的地区，好，亚述帝国兴起，而他们一路并吞呢，好，而且攻打呢，一路攻打，来到了耶路撒冷的门口。他们已经灭掉了他们的北国，好，在以色列国家，而现在的南国犹大，好，也很多地方被拿掉，而他们只剩下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刚才他们会说，为什么你们在耶路撒冷还在那边做无谓的抵抗？赶快投降吧！可是圣经让我们看见希西家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好，却在这危急的时刻，好得救，是因为希西家王和以赛亚先知一起向上帝祷告呼求，而21节上主就差遣天使，把亚述军队的将领和官长都歼灭了。所以上帝派天使好来灭掉了这一些的敌军，甚至在圣经其他地方记载，好，那一天晚上，上帝派使者进入敌军，好，杀死了185000人啊，好，185000人的敌军呢，就在一夜之间通通躺平了，好，就被搞定了。所以隔天呢，哇，他们去发现，好，遍地都是这些的敌军的死尸。而希西家呢，好，他就满面羞愧，不是希西家的敌人亚述皇帝西拿基利，好，一个是希西家，一个叫西拿基利，好，都是西开头的，好，可是呢，他就满面羞愧的，好，回到亚述，而希西家王和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犹大国人民呢，都能够和平共处啊。所以为什么希西家王他能够得到上帝这么大的帮助？好，那我相信，好，希西家好是来自于他们和希西家和他的臣仆百姓所做的努力。所以今天牧师要跟大家从圣经当中一起来看，到底希西家平常在这个灾难意外发生之前，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努力？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好，牧师选了3件事情。第一件，希西家他的准备呢，就是恢复利未人的呼召，请大家一起说一次。恢复利未人的呼召。利未人是什么呢？利未人就是被分别出来，要在圣殿会幕上帝的面前来服侍的这一群人。而他们呢的工作是从30岁开始工作，50岁就退休啊。好，所以今年牧师50岁，如果是利未人，我今年就可以退休了。好，不过呢，好没有这么好命呢。好，这个30岁工作到50岁。后来在民数记当中呢，还提前25岁就开始就来到会幕工作。他们都不做其他的工作，都不去其他地方上班，他们也不用去其他地方辛苦赚钱。他们只要在圣殿工作，其他的11个支派的弟兄都会把他们的1/10奉献到圣殿、到会幕，他们就用这些的奉献，然后就成为他们的生活的费用。希西家王让这些无所事事的利未人，他们已经30几年了，没有在圣殿里面工作上班。为什么呢？因为希西家他的父亲，好，他的祖父呢，好，已经30几年连续好30年都没有在圣殿里面敬拜，而希西家却在这个圣殿的工作呢，在他当王的第1年的第1月的第1天开始啊。
好，所以在现代中译本看得很清楚，他一赴任好的第一年、第1个月、第1天，他就开始做洁净圣殿的工作，8天后全部完工，有没有很快？好，他把圣殿透过这一群的利未人、祭司，8天后圣殿就恢复干净。然后呢，他们又继续把圣殿的前面、外面、后面都整理，又8天。好，所以到那个月第1个月的16日，圣殿预备妥当，他们可以在那边敬拜上帝了。所以西西家王恢复利未人的呼召，告诉他们不要在家里面闲闲没事干，你们要出来了。虽然30几年来圣殿都没有在正常的运转，但是现在是你们上工的时刻，要出来服侍。所以2个礼拜多的时间，他们就完成圣殿的整理，而且呢，就在那边开始第17天，圣经说他们就在那边开始重新奉献圣殿，重新在那边聚会，在那边敬拜，在那边来服侍、来祷告。好，所以这是西西家好他一个平常好的准备当中很了不起的地方。在南国犹大有从北国大卫开始，一直到南国西底家结束，有21个王。21个王当中，有重用利未人，知道利未人的重要性的，好，只有这4位。哪4位呢？用黄色标起来的，大卫，还有呢，所罗门，还有呢，西西家，还有西西家的曾孙、干那孙，好，谁呢？约西亚。只有这4个王呢，他们有看重利未人。圣经有记载他们怎么样安排利未人出来服侍啊。好，那这是圣经特别提到的。利未人他所代表的意义呢，好，就是上面这3件事情。利未人代表他们是怎样分别为圣，他们不是到世界去工作上班，他们是做上帝的工。第2件事情，他们是什么？属灵的长子。在出埃及的第1年，上帝就在西乃旷野好告诉摩西说，要把这些的利未人、利未的后代呢，要分别出来。从那个时候，他们就不去工作，都在做圣幕服侍上帝的工作。还有第3，利未人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要在上帝的面前来服侍啊。所以今天有没有利未人？教会有没有利未人？有没有？有，是谁？牧师。好，牧师要分别为圣，牧师要做属灵的长子，牧师要在神面前服侍。那其他的弟兄姐妹呢？需不需要分别为圣？需不需要做属灵的长子？长子就是继承属灵的产业，需不需要在神面前服侍？也要啊。所以不是只有牧师，每一个人都要像利未人一样，要分别为圣，要继承属灵的产业，就是你是属灵的长子，你要在上帝的面前来服侍神。好，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继承属灵的产业，我们要在神面前服侍。然后再对他说，不是只有牧师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要，每一个人都要学习。虽然我们今天不叫做利未人，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子分别为圣的心智，能够专心在神的殿来服侍。西西家第1件很重要的，他能够看重利未人，因为西西家他的外公就是他妈妈的爸爸，就是利未人，就是祭司，应该是祭司，因为他名字叫撒加利亚，应该是祭司，所以他很看重这些利未人，也很清楚知道。而西西家他能够在死里逃生，在危难的时候得救，他做的预备。第2件事就是恢复百姓守节的心。好，我们一起说一次，恢复百姓守节的心啊。在历代志下第30章呢，看到西西家王当王还在头1年第1年，前面16天他洁净圣殿，后来不到40多天的时间，他就恢复了逾越节。而这逾越节呢，已经中断多久呢？200多年了。好，所以在30章的25、26、27呢，说他的逾越节是邀请了南国犹大居民、祭司、利未人都要来参加，他们是 leader。还有呢，从北国来的民众，因为在西西家的时候，北国已经被亚述消灭了，所以他们没有国家，他们成为难民。但是西西家邀请他们一起来
在以色列、犹大、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所以26节红色的字，如果你看得到，请大家一起来读：耶路撒冷充满喜乐，因为自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以来，没有过这样的盛事。从所罗门到希西家就是200多年啊。好，这13代的当中，200多年当中，好，他们没有在一起南北合一的过逾越节，甚至连逾越节在这圣经当中都没有特别去提到强调。好，只有在对不起，有提到强调守节啊，有其他的网友提到守节，但是没有像希西家这样的盛大。所以呢，他们就在这样的逾越节当中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的祷告也被上帝垂听了。所以希西家他要让这么多人来逾越节。好，这张地图呢，中间像一个葫芦形状的，就是大卫城，而整个方块就是耶路撒冷城。他们要让北国来的人可以来这边过节，他们也要让他们有地方可以住，让他们有东西可以吃，让他们有水可以喝。所以邀请他们来过节是要不要花钱？要不要花时间？要不要花很多时间来准备？都要。而这些事情我们读起来很简单，但是你仔细去想、去看，这当中需要做很多充分的预备。而希西家王恢复，让百姓都能够一起来过节，以至于他们在过节当中，哇，他们充满了欢乐，充满了喜乐。好，因为从所罗门那个年代，好，就是圣殿盖好，一直到现在，圣殿重新恢复。没有过这么大的喜乐，好，所以他们想到200多年前圣殿的光荣的时刻。所以在希西家王之外，也有这几个王，好，是注重节期的王，好，大卫王、所罗门王、希西家王、约西亚，和前面一样。所以注重利未人，注重祭司，注重分别为圣，就会注重节期。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什么节？圣诞节。好，我想到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圣诞节。还有呢，教会当中最重要的什么节？复活节。还有呢？没有了。逾越节，教会当中现在有逾越节嘛？就是在复活节的受难周。再还有就是圣灵降临节，就是上面写的五旬节。那上面还写了一个住棚节，好，但是我们现在教会没有住棚节。住棚节呢是他们准备要过冬，所以五旬节是他们在丰收收割，而住棚节呢是他们要赎罪，然后要住在帐篷里面，纪念好他们过去怎么样在旷野当中的生活，衣食无缺，鞋子没有烂掉，衣服没有破掉，没有一个人是因为饿死渴死的日子。而这些的节期呢，好，在利未记当中有7个节期，从逾越节、除酵节、初熟节、七七节、吹角节、赎罪日到住棚节，好，7节。然后有5种的献祭，燔祭这个烧化祭，然后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好，5祭7节，好，这是利未人他们的要学习的功课。我们大家说一次5祭7节，好，就是5种的献祭，7种的节期。你只要注重利未人，利未人他就会帮你把这5祭7节，好，在1年365天当中都能够安排得当。所以透过这5祭7节呢，好，其实是3组的节期，好，就是前面1、2、3就是逾越节期，中间的7、7节就是五旬节，而后面吹角节、赎罪日、住棚节就是住棚节期啊，好，就是3个重要的节期。所以犹太人好男丁1年3次要来耶路撒冷，好，就是逾越节、五旬节、住棚节，1年3次到圣殿去敬拜上帝。而它所代表的意义呢，就是纪念上帝的拯救。然后7、7节就是感谢上帝的同在，让他们有吃有穿有喝，能够平安的生活。然后呢，住棚节呢，就是他们再次赎罪，是他们的新年哦。他们的新年是从吹角节开始。住棚节就是他们在那边纪念他们在旷野当中的时候，可是现在他们却是丰收，能够过冬。所以在这些节期当中，希西家王他知道怎么样透过利未人祭司做这样的安排，能够在节期当中好来享受上帝的祝福。今天虽然我们教会好没有像这样的节期，可是很重要，我们也有复活节。复活节就是谁的复活？耶稣的复活，好，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为什么他受死？因为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五旬节是什么降临？
圣灵降临，让我们能够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让我们能够与有神同在，能够做神的见证。好，有圣灵的充满，能力的充满。而我们虽然没有住棚节，但是我们有中秋节。好，没有中秋节跟住棚节的时间很接近，但是我们有什么待降节啊？好，待降节就是圣诞节的开始。好，所以待降节期，好，就是待降节是等待耶稣降生吗？是不是？耶稣已经降生，还需要再等待？每一年在等待耶稣降生？好，不是。待降节是等待耶稣降临。好，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待降节是等待耶稣降临。待降节是等待耶稣降临。所以待降节的英文叫做 Advent。好 ，Advent。好 ，Advent 的意思呢是从拉丁文来的，它的意思就是降临哦，就是等待耶稣的降临，就是等待耶稣再来。所以住棚节呢，好，其实就是讲他在等待将来得到新天新地。好，所以呢，牧师可能讲的太多太深，听不懂没有关系。但是呢，西西家王他学了这些的事情，他知道怎么样透过利未人，让自己既是利未人，全国百姓都能够好好的来遵守这些的节期，以至于他们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他们不用手忙脚乱措手不及，他们能够在那边安定的在城里面祷告求上帝的帮助。第三个，西西家王他所做的贡献就是恢复法律，法律就是上帝的话的公信力啊。西西家也在当王的第一年，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他只花3个月的时间，就恢复了700年前，将近700年前摩西的律法。31章里面讲到呢，西西家把圣殿、把节期的事都办好之后呢，他们就要开始来奉献，因为到了五旬节，所以他们从3月到5月到7月这段时间呢，就是他们不断的奉献的时刻。中间是以五旬节为这个中心点，而他们的奉献呢，是按照摩西的吩咐，把牛羊出产农作物的1/10都带来。而这些呢，现在中译本圣经翻成礼物啊，所以他们不断的带礼物，不断的带礼物，因为上帝赐福给他们，让他们有许多的丰收收成。这礼物多到一个程度，西西家说：“哎，怎么你们祭司的礼物收这么多？利未人怎么拿到这么多份的礼物？你们有没有收这个来源不明、财产不明？你们是不是收了什么的贿赂？”他就跑去问这个祭司长，亚撒利亚大祭司，问他说：“你们哪来这么多的东西呢？”亚撒利亚回答王说：“自从人民从3月开始一直奉献圣殿以来，我们已经拿到很多1/10了。祭司是先拿到利未人拿到1/10，祭司是拿到100%，就1/10的1/10。我们拿到太多了，多到有剩，我们根本用不完。所以上帝太赐福这些的百姓。所以后来西西家说，就去盖仓库，他们又盖了很多的库房，来存放上帝的礼物。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遵守上帝的话，人民就会按照上帝的规矩来生活，工作的、奉献的，在世界当中做任何的事情，他们都知道如何按照上帝所要的来过合法的生活。而当他们这样生活的时候呢，不仅是只有百姓蒙福，连在圣殿工作的这些在圣殿服侍的祭司、利未人，他们也都蒙福啊。所以注重律法，注重律例典章诫命，注重先知的话，能够带来国家的祝福。所以上面圈起来这些王呢，总共有10个。这10个上帝眼中看为善的，加上大卫、所罗门，总共10个。都是因为他们对于上帝的话有正面的回应，他们愿意好好的读圣经，他们愿意打开圣经听上帝说什么话，然后再去想，想了之后呢，想通了，他们就去做，做了之后，他们就看见上帝与他们同在，而他们再把这样的礼物荣耀都归给上帝，奉献给上帝。但是里面这10个王当中，哪一个王有做到让百姓一起11奉献呢？你觉得有几个？除了西西家，还没有谁？
大卫或是所罗门，好，讲大卫可能有，但是呢，用1/10这个字的呢，只有西西家。大卫的时代，好，可能大家都有来奉献；所罗门时代，大家都有来奉献。但是呢，真的好有像西西家邀请百姓来11奉献的，只有他一个人，只有他一个人。所以这是在历代志让我们看到很特别的记载。而西西家因为这样子的要求，所以他能够在遇到灾难危急的时候，上帝使他蒙福。有时候当教会有很多金钱的时候，弟兄姐妹的奉献会增加还减少？好，在我们附近有一间教会，好，他们每个月都收了很多的房租租金，好，所以连续收了好久好久的租金。所以，但是呢，有一次我看到，你们教会的奉献怎么人数很多，可是奉献怎么只有一般教会的这个比例没有那么高呢？好，了解原来说大家弟兄姐妹现在是教会已经很有钱了。教会好有钱的，所以我们的奉献不用再那么认真奉献。当教会好有其他的收入的时候呢，不一定是个祝福哦，因为弟兄姐妹会奉献就会怎样？减少，会偷懒，好偷懒。但是呢，就算教会有其他的收入，教会有其他的来源，好，我们需不需要奉献？这是2件事情，好，因为奉献呢是给上帝的。而奉献是我们看见西西家的百姓，他们因为做这样的奉献，上帝就直接赐福给他的子民。所以我们不是看教会有钱没钱来决定教会需不需要奉献，不管教会有钱，不管教会没有钱，我们都一样，做上帝的子民，把上帝所给我们的当纳的，我们就来奉献给神，而上帝就更赐福给我们。好，所以多种的多收，然后呢？少种的少收，后面说这句话怎样？是真的。好，当我们以这样子来试试上帝，上帝他就赐福给他的子民和百姓了。所以西西家他是一个有智慧的王，西西家他也是一个懂得运用政治的王。政治上个礼拜有分享，就是众人的事情，政治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关心。但是对于政治漠不关心，你如果不去改变政治，就是怎样？政治来改变你。今天你不关心我们的国家，将来你的国家好就是被牵着走，被牵着走。西西家王成为一国之君，可是他在政治上面的表现呢，好也有3件事情是可以让我们来学习的。第一个事情就是他在圣殿里面来开会啊。西西家当王，可是他虽然不是祭司利未人，可是他当王的第1个月，他重新把圣殿的门打开了，修建工作，并且他召集了祭司，召集了利未人，在圣殿的东院广场，在那边对他们来开会。红色的字，我邀请大家来读：你们利未人也要洁净上主你们祖先的上帝的圣殿，把一切的污秽的东西除去。好，这西西家王告诉祭司和利未人，他们要做这些事情，是把他们先聚在一起，召集他们，跟他们一起来讨论商讨。我们需要有这些的利未人祭司，但是我们也需要跟他们一起来开会。在教会，长职有长职会，长老有小会，好，然后有各样的会。有时候我们觉得开会没有效率，好，有时候觉得开会太麻烦，好，甚至懒得开会，好，就讲一讲就好。但是开会呢，却能够帮助我们把问题看得更仔细。好，跟你旁边的人说，开会把问题看得更仔细。有时候我们想说西西家自己决定就好，可是西西家他住在王宫当中，他没有在百姓当中行走，他不晓得百姓当中的需求需要什么。有时候牧师一个人决定，跟牧师跟长老一起开会决定，会不会一样？绝对不一样。以牧师开会的经验，牧师自己的想法提出来，可是在小会当中跟长老一起讨论之后，最后讨论出来的跟一开始会不会一样？不会一样，因为这是大家一起来关心讨论，这个就是政治，这个就是政治，公众的事，众人的事，是一个大家要
一起来关心的。西西家王，他如果用自己的想法，他可能会像他的爸爸亚哈斯，他可能会像他的阿公约坦一样，都会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想要的去做。可是25岁当王的西西家，他懂得怎么样去开会，懂得怎么样去跟大家沟通、商量、协调，以至于呢，能够很快16天就把圣殿的事情都做完。有没有很厉害？非常的厉害。我们的教会需要有这样的利未人，我们的教会需要有像西西家这样子的领袖、这样的牧师、这样的长老、这样子的区长，能够带领我们来洁净圣殿。我们的教会，你觉得迦南教会有没有干净整齐？至少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干净整齐。为什么它能够保持干净、保持整齐？因为有人在整理，有人在打扫。那谁在整理，谁在打扫呢？那一群人是谁呢？那一群人就是利未人。阿们。好，从9月份开始，教会就没有再聘请清洁员，所以每个礼拜都要重复一次。好，我们从这个月开始呢，教会没有再花钱请打扫公司、清洁公司派人来这边清洁打扫。换句话说，教会所有的清洁工作谁要来做？牧师来做，利未人、长老来做，每一个人都要来做。事实上，牧师也常常在做清洁的工作。那现在牧师在带着干事他们也很像是利未人，因为他们就是在教会里面工作，他们就在教会里面服侍，他们的周间的时间都在教会，所以牧师也常常带着他们去看厕所，然后去告诉他们哪边的垃圾、哪边的厕所、哪边的楼层需要怎么样处理，需要怎么样的打扫。西西家王带着利未人，带着祭司，是要他们能够一起能够重新洁净圣殿。更重要是这些的污秽，这一些的偶像的东西都要拆掉。所以我们教会不是只有里面干净，外面需不需要干净？外面也很需要干净哦。好，外面也需要有让人家一看这就是上帝的家。所以当我们走进教会，如果看到地上有垃圾，你会有什么反应？是真的哦，哇！那照理讲，应该大家牧师都没有机会看到垃圾。好，可能牧师都比较早来教会，比较早到楼下。好，有时候呢，看到垃圾，在我们骑楼，因为每天大概有几千人，会从前面经过，来去啊，上千人。好，这样经过呢，有时候呢，就有一次不是礼拜天，周间出门看到地上怎么有一颗水煎包，就掉在门口。而且那个水煎包呢，是被咬了一口，就直接掉在教会的正门口，门打开的地方。你只要走出去，就会踩到那个水煎包。所以你看到水煎包怎样？不是捡起来吃了，就把它捡起来丢掉。但是呢，因为我们都有监视器，就请主任去看监视器，看到是一个女孩子，一大早她赶着去坐火车吧，然后呢就边走边吃。然后呢，她走到教会门口的时候呢，水煎包一拿出来，咬了一口，水煎包就掉下去。可是呢，那个女孩子呢，头也不回的就假装没事的走过去。还好她不是我们教会的会友啦，不是我们教会的会友。但是这是上帝的家，我们需要去处理这些额外的事情。当利未人，当一个分别为圣、服侍上帝的人，就是你要愿意去处理这些不是你所造成的，不是你所做的，而你要能够去面对。西西家和利未人一起去面对。而西西家呢，他除了在圣殿的广场开会，他也在王宫来开会。好，什么事情呢？30章讲到他们在庆祝逾越节的时候，连续7天，哇，来的太多的人，大家很开心的过节，以至于7天之后大家欲罢不能。所以呢，后面写到说，西西家王和领袖们，还有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们，你们有没有同意？继续来过这个节，招待这些从外地来的这些上帝的子民呢？他们都同意，所以说他们在第2月继续庆祝逾越节，而且庆祝7天完之后，他们又在开会说再加7天，连续庆祝17天了。所以23节，大家决定
再庆祝7天。西西家王，他知道怎么样来领导，他知道怎么样来从事政治的工作、公众的工作。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都是不是政客，从政的人员，但是我们都会关心公众的事情。可能你在你家的这个管理委员会啊，可能在你的社区当中啊，可能在你的班上啊，或是在你的部门当中，你都要关心众人的事情。小组也是这样子。而西西家透过开会，让很多的困难棘手的事情都能够顺利的解决啊。甚至在32章，当他们被包围的时候，被敌军夹击的时候，外面都说你们还能怎么活下去？你们还能够在里面好吃喝？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这么久了，早就该没有粮食了，早就该没有水喝了，因为你没有一个门出得来，我们是滴水不漏，你们怎么能够活下去的呢？在32章，好，这里讲到他就是西西家，西西家跟民间的领袖官员们决定切断城外的水源，让亚述人在接近耶路撒冷的时候没有水可以喝。原来是西西家的年代，他平常就有准备，他挖了一条下水道，好，所以叫做西西家的水道。如果你去以色列，去耶路撒冷，就可以去参观这个水道。要从一个入口下楼梯下去很深，然后这个旋转楼梯下去之后呢，还可以走那个水道。那个水道大概就只有中间走道这么宽，然后比一个人再高的高度，四面都是石头凿出来的。因为耶路撒冷是一座山，所以那个水道呢的水呢，大概可以最深到人的腰这么深啊。这是他们使用的喝的饮用水。西西家和百姓一起开会，决定他们挖了这个水道，并且呢，让他们被包围的时候，不会因为在里面渴死，只好举白旗投降。他们可以在里面抵抗，是因为他们做了各样的准备，而甚至他们还可以切断水源，让敌军找不到水，让敌军来包围他们的时候没有水可以喝。所以西西家王他的智慧不是来自于他个人，他的智慧是来自于他身边跟他一起服侍、跟他一起同工。在教会当中也是，我们的各样的事情、各样的决定，其实都需要透过开会。所以牧师花最多的时间，其实不是在讲道，花最多的时间也不是在准备讲道，花最多的时间也不是在带共读，花最多的时间在做什么？开会。这个会呢，必须要开1个会、2个会、3个会。所以昨天早上1个会，昨天下午1个会，然后今天等一下中午还有2个会。但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牧师要召开？这样的会，层层的会议，是让问题能够得到改善和解决。这次我们要去10月13去户外礼拜，报名超过预期，我们原来预计500个。本来想说500个，大概喊一喊，300-400个就差不多了，结果很快就超过500个。现在报名呢570个，算一算游览车呢14台，14台游览车，你觉得应该要怎么停呢？中华路，你是1号游览车，你是7号游览车，可能你光找7、8、9、10的游览车，哇，就摸名倒灰。但是经过了开会，是牧师跟全职同工开会。然后呢，再到小会里面再开会。小会开会完之后呢，大家在讨论决议。我们就分5个上下车的地点，解决上下车交通的问题。或许不是最好的，但是至少它是经过一层又一层的开会讨论，让问题能够得到改善。所以等一下礼拜结束之后，这个礼拜、下礼拜2周的时间，让大家登记上车的地点。所以如果你已经在小组里面登记了，就不用再登记。如果你没有在小组里面，等一下礼拜出去，在外面桌子上面，请你去填东西南北中，你要在哪边来上车。如果说，我现在还想要报名，可不可以？只有备群，你想要报名只能够登记备群，因为这当中可能会有人临时不能去，目前已经有一个说他不能去了，但是呢，你或许还可以等待备群。如果没有备群的机会，怎么样？你可以坐9023，然后呢坐到圆山站，然后再搭捷运，来换到淡水，就可以走路去参加了，不会很困难。老船长餐厅怎么办？
好，你可以去劳参展餐厅，好，帮你开一桌这样子，好，自己再想办法开一桌。好，但是呢，好，这是透过大家好的准备，好，让一件事情能够办得尽善尽美。我相信西西家王他就是这样子。最后西西家王呢，开会在圣殿开会，开会在王宫开会，但有一些事情不是开会可以解决。当这些王呢，不是，当亚述的军队将军来到城门外面，还用他们的希伯来话，在他们给他们呛声，在那边笑他们，好，叫他们赶快出来投降，恐吓他们，让他们害怕，没有斗志，好，他们可以轻易的从大门12个门可以进去占领这个城。可是呢，西西家最后无计可施，就怎么样？祷告，跟谁祷告？跟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一起来祷告。这个祷告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而且这个祷告呢，好，是一个上帝很快的回应，上帝很快的就回复他们的祷告。在10年前，好，11年前，耶路撒冷的考古学家挖掘出西西家王年代和他的儿子马拿西时期的这些重要文物啊，这些文物呢，好，他们去检测，好，发现是在2700年前，就是西西家王那个时代的文物。这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好，是一个印玺。这个印玺呢，就是拿来盖章用的。左边呢是一个完整的，右边是一个破掉的。完整的上面呢有字，好，他们去看那个字呢，翻出来就是下面那一行，属于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谁呢？西西家。2700年前，西西家应该是他的印章，他的印章。但是右边呢也有字，好，大概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名字叫做什么？以赛亚。以赛亚王有个印章，以赛亚有个印章。这个印章是拿来做什么用的？写考卷用的，交作业用的。好，当然不是，是拿来发公文用的，是拿来他们要来周公告，好，要来宣告时候用的。所以西西家王，好，他可能，好，虽然还没有去证实，但是透过有这样的印章，连以赛亚都有，可能西西家王要传达的事情，不是只有他个人，连西西家也要在上面盖章。代表这是上帝，好，上帝的先知，好，也同意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好，让我们看见王和先知好配搭的非常密切。王代表的是政治，先知代表的是教会。在政治上，在宗教上，他们是一个好，可能是一个合作的关系。在宣达各样的事情上面，也是一个合作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开会没有办法解决，他们就一起来祷告。王和先知以赛亚一起来祷告，所以祷告完之后，上帝就垂听，派他的使者进入到敌军当中，杀死多少人？好，185000人。好，185000人。所以明天和意外谁先到？不管是明天先到，或是意外先到。只要你有做好预备，你有充分的跟上帝建立关系，谁先到都不怕。明天先到就明天到，意外先到，好，就意外先来。一天的难处就怎样？一天当就够了，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跟上帝建立的关系。西西家王透过利未人呼召他们恢复他们的职分，让领袖们跟神的关系都恢复起来。西西家王恢复百姓守节的心，大家都看重这个节期，不会在这个节期当中，好，有人没有到，有人没有来参与，每一个人都看重。西西家王恢复法律摩西话语的公信力，圣经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而西西家王透过政治，透过开会，透过商议，透过众人的祷告，让他的国家好在各样的事情上面都能够有好正确的选择，正确的前途。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需要学习像西西家王这样子的聪明、这样的智慧，
能够来处理面对各样的问题。你觉得明年的问题会比今年多还比今年少？多，为什么？因为现在的时代越来越快，脚步越来越快。以前人只要工作7个月、8个月，秋天以后就是9月之后，他就不用再工作了。为什么不用工作啊？因为冬天啊，也不能够再去种东西啊。他们真的就是秋天之后就在家里面住棚节，过冬天，全家人在一起，好，等待明年春天再去工作就可以。现在你有没有办法从秋天到冬天都不工作？有可能哦。所以以前人比较幸福，还是现代人比较幸福？以前人好幸福哦，他只要工作7、8个月，放假4、5个月。但是我们现在是全年无休，连过年好不容易放个8天、7天、9天，你要拿时间出来工作，加班赶工。现代人看起来好像很有聪明、很有智慧，用最新的手机，好买最快的 iPhone。可是现代人的生活呢，跟以前人比起来的品质怎么样？好，没有品质。好，可能大家都在吃泡面。好，大家可能在吃御饭团。好，大家可能都连早餐好都没有办法坐下来好好的吃，因为你的生活太忙了，太多的意外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的。上礼拜我们看到乌西雅王，他怎么样去种田，怎么样卷起库管，其实他给国家带来祝福。而今天，我也期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从圣经里面好好再去想一想，你的教会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的，还有什么脏乱需要举起袖子去打扫的，你的社会、你的城市、你的国家，还有什么问题还没有去对付的。特别我们现在在政治大家都在关心的，好，就是这个新世代，好，新政党、新力量、新改变，好，口号喊得很好。可是10年来，对台湾的政治到底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你关心吗？你在意吗？还是觉得无所谓，没要紧啦，凊彩啦，有人出来就好啊啦？那这10年来，好，真的都是浪费掉，我们的国家没有进步，反而还退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大家的梦想，希望我们的社会、国家越来越好，可是最后看到目前，如果没有办法得到进步的力量，我们真的是只能够被政治好所决定。你不去改变政治，就让政治来改变你啊！在这个礼拜的小组当中，好，希望我们能够分享你怎么样去预备紧急的事情，你怎么样让教会复兴带来国家的复兴，你怎么样成为像西西家一样带头读圣经。好，刚才在报告当中有提到，好，接下来下个礼拜我们就要进入，好，下礼拜天我们就要进入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跟历代志哪一卷比较好读？好，你觉得耶利米吗？好，那你读了就知道，好，至少耶利米一卷就要读52天哦。耶利米书呢，好，就我的经验来讲，好，耶利米书读起来是心头沉重啊，好，几乎从头读到尾，没有让你笑得出来的地方。好，你可能会看到怎么国家这么糟糕，那个王到底是谁啊？好，这个百姓怎么政治家这么糟糕？这个国家可以乱成这样？好，怎么教会这么糟糕？好，这些事情都没有人来处理，到底上帝啊该怎么办？耶利米不断的流眼泪，但是读圣经是能够改变国家，即便我们的国家没有那么糟糕，但是也是让我们在做预备，未雨绸缪。而我们也要祷告，愿我们都能够像利未人分别为圣，成为属灵的长子，知道在教会当中被上帝呼召出来，不管是选执事、选长老、做小组长、做区长、做招待、当同工，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机会，是一个成为一个 leader， 是一个可以影响弟兄姐妹的。所以当这些 leader 分别为圣，我们就不会在世俗当中被引诱、被影响。而西西家他能够死里逃生，是因为他做好充足的预备。所以求上帝与我们同在，也与我们的教会同在，也与你的家庭同在。明天来到，意外来到，都不用担心，
不用惧怕，也不为明天忧虑，因为一天的难处，一天就可以当起来。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天父上帝，让我们从西西家王的故事当中得到许多的提醒，也有许多的学习，也看见我们还有许多的不足。但是上帝，你提醒我们，要我们谦卑，不要只有想到自己的，按照自己的意思，而是愿意与人来分享，与人来开会，共同来讨论，让我们能够找到上帝的心意。不管在大的事情上面，小的事情上面，我们都能够有好的沟通商量，有最好的准备、预备和安排。也祝福我们在弟兄姐妹在中秋节期当中，虽然只有一天放假的时间，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有机会和家人和主内的肢体能够有情感上的连结，让我们能够彼此代祷、彼此关心，更帮助我们能够彼此来守望。特别我们看见在教会，在弟兄姐妹当中，有遇到欠缺的，有遇到困难的，有遭遇难处的，如同西西家王所遇到的困难，也求你帮助我们不害怕、不担心，因为上帝你要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是不动摇的信心，阿们。我们一起拍手来唱。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就除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与主我主。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在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当中有困境吗？你有困难吗？你要对上帝有信心，阿们。你要继续的祷告，阿们。你要学习像西西家王一样做好准备，阿们。我们再次来唱这首诗歌。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遮住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与主我主。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在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让我们举起手来，向神来祷告。我的祷告，无论做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大声宣告，我的祷告，无论做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
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父上帝，我们谢谢赞美你，因为当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信心。不论是在海浪上，或是在暴风雨当中，是在困境，或是在缺乏，甚至是无水可喝的时候，没有钱可以用的时刻，主啊，我们都要紧紧地抓住你。让我们学习从神而来的智慧，让我们打开圣经来读你的话语，让我们遵照你的话语来前行，来前进，让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刻都能够走在信心的当中。也愿上帝帮助我们，祝福我们，在上帝你的节期当中，能够合神的心意，能够与你的百姓一起来过节，一起来聚集，一起来荣耀你。我们更等候耶稣基督你的公义、你的救赎的彰显。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神。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边。好，在你要离开以前，彼此的祝福，然后也期待大家都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还有一首诗歌，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耶和华是我的主，你不知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你不知惧怕，有耶和华做我荆棘，比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智慧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地球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哈利路亚！耶和华是我智慧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地球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地球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哈利路亚，阿门。我们彼此请安，彼此祝福，愿神祝福大家。